再来看新北市深坑一间仓库，昨下晡火烧，因为内底有真侪手机啊、锂电池等电子产品。虽然昨暗晡火就拍花，也毋过现场是个继续的庆烟。湘北地区的民众嘛拢有闻到臭味。湘北市的环保局监测空气品质是拢无问题，也毋过臭味是互民众真袂放心。这间仓库附近的店家今仔嘛拢无法度做生意。 这间联动的仓库，20号下昼2点外方通报地下室的火烧，现场一时间拢是烟雾。消防局出动100台消防车，人员200人前往抢救。离晡暗6点半，把火拍掉。不过周边湘北地区的民众一直闻到臭味，因属到会知影，就连山区民众拢闻得到。遮吼本来的空气非常好啊，今早起来才会闻到迄款足无好闻的味。 对此，湘北环保局一直监测空品，佮出动手动式监测仪器，但所有的数字拢是无超标的。台北市环保局指出，包括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拢无检出，民众对臭味这么有感觉，是因为伊的溶解质较低。就是你有点味道，我们就鼻子马上会闻出来嘛。所以它刚刚可能闻到臭味，但是并不代表说它空气品质不符合标准啦。可能会受到一些异味的影响，要戴口罩以及紧闭门窗。 减少自己那个敏感体质可能受到影响的一个状况。离火灾现场周边的店头，除了拢闻到臭味，连生意拢无法度做，店内是空闲闲。你自己的生意有受影响吗？哎呦，差很多，每碗里面都没客人啊。对啊，因为就是我们的主要客也是上班族的啊。 发生火警的工业区内底，有护理中心照顾老大人的医工表示，室内臭味是普通。里面的那个老人家有把它测出来吗？ 没有，我们都是全部是门关紧了，窗户都关。发生火灾的仓库内底有锂电池佮烧起来风险，消防局一直布水线来降温。初步评估，烧的面积大约1000平方公尺。起火原因该等待调查。针对社群媒体顶悬一直转传即届三星的空污佮致癌的戴奥辛，湘北环保局重申，目前监测有害物质拢是无超标的。记者林建梅、陈昌贵、曾志成、林志坚台北新北报道。